台報紙談情，我愛你啊！咩談情啊？我教你講緊我哋香港話。廣東話點解要揀呢句啊？點解唔揀你好嘛咧？唔係咁，我愛你好啲啊嘛。Jackie 啊，你識阿 Naoko 都好耐啊，當時係咩情況之下認識嘅咧？我諗幾年前咧喺一個嗰啲歌唱會嗰度見到，介紹咗啊，咁啊知道啦。一見鍾情嘅喎，幾見鍾情啊！嗱，我哋嚟到嘅時候咧，佢哋啱啱喺度拍緊咧就珠點咁，大家喺度唱緊呢首歌啦。咁點解你哋兩位會走埋一齊唱歌嘅咧？咁嘅，我每次去日本嘅時候，好多日本藝人街請我食飯啊。咁你嚟咗之後，上一年嘅新秀係嚟咗，我請翻去食飯。咁啊，大家講下嗰陣時，我話幾時作首歌俾我聽，因為佢都係喺日本出咗名嘅才女。佢真係作咗兩首歌俾我。咁啊，作完之後係兩個人，一男一女嘅。咁啊，好在場在你係呢個同佢唱埋咯。Jackie 我知你日文係好犀利㗎啦，你可唔可以幫我問下 Naoko 今次第幾次嚟香港，同埋係嚟香港目的係乜嘢咧？今次香港冇能力3回目で3次啦。目的地はニュータレントショーのゲストでジャッキーさんと歌を歌って私も1曲歌うんですけれども2曲歌うこととあとは、香港のいろんな街ショッピングしたりとか美味しいものをたくさん食べたりとかはい知唔知啊？慢慢講多次都唔得。你解釋下。咁我係唱3首歌，我同佢兩個唱合唱2首啦，佢自己獨唱1首啦，跟住香港好中意啦，中意喺香港買嘢啦，咁啊中意食香港啲嘢啦，咁啊就你知啦，跟住新秀啦，做 guest 啦，做評判啦。哦，原來係咁樣，即係新秀嘅時候就會表演同有病嘅。你又會表演喎心情如何咧而家？冇啊，咁啊如果我知道一個人我就會緊張啲，咁啊有一個職業歌手喺度我就比較好啲咯。定啲啊！有咩事去防住啊嘛。喂，而家趁大家唔得閒咧，我想你幫我問一問何來寶子一個私人啲嘅問題啊！唔知佢對於香港啲男仔咧，即係我哋啲咁有型嗰啲咧，唔知佢點睇咧？即係佢覺得點樣？即係我啲得香港喎，我得過，香港我得到過咦？はいいいですとてもdancerいい啊！ジャッキーさん我好啊，dancer you good 媽媽，廣東話嚟㗎，媽媽唔係日本媽媽就係真係唔好啊，係咩？反面大師㗎好啦，咁算啦，咁我冇乜心機。冇心機啦，不如咁我哋應該仲要兩個拍拖咯，我哋走啦。但係咧，大家記住喎，喺7月10號嘅新秀歌唱大賽入邊咧，佢哋兩位有精彩嘅演出。好啦，咁啊，而家講完咁多先。